來繼續在地人在地情，要來講雲林北港朝天宮的香火茶啊，是台灣少數用手工來做的，而且是由幾位長輩分工合作來製作，讓真濟人尊稱是千歲團。咱就透過畫面做伙來熟悉北港朝天宮上特別的香火茶啊。志工阿嬤將北港朝天宮媽祖的香火滴入香火茶內底，信眾所求的香火茶是真濟北港的士大分工合作做的，這嘛是台灣少數純手工的。這阿嬤被信眾尊稱為千歲團，其中上濟歲這位97歲阿嬤，伊嘛講做香火茶啊，毋那是希望北港媽會當祝福眾人，做的過程嘛真心性。媽祖婆啊，比如我身體健康。食到正97歲，媽祖婆真靈感，攏甲阮比樣啊！啊，毋則大家愈會愈愛來。我來做吼，頭一工來去留喺大殿吼，啊心肝頭嚟感覺，哪會遮清心遮快樂啦？廟方人員講，這毋若是保存古早香火茶的傳統，嘛成為北港朝天宮的特色之一。啊，都有金紙吼，掛一塊一塊吼，啊包香壺啊，要包好。一年的話，我們做上百萬。北港朝天宮歡迎信眾做伙來感受千歲團的用心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